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我係文哥。原本今日諗住講返大埔宏福苑嘅事，但突然之間就爆出咗一單珠海嘅斬人事件，網上好多片段流傳。雖然主流媒體未有大篇幅報道，但已經引起唔少人關注。事件發生喺尋日5月25號下午3點到4點左右，珠海華發商都嘅星巴克門口。有人被斬至流血倒地，最後死亡，多人受傷。現場有目擊者驚呼，全部都係血呀！公安到場後拘捕涉事男子，據講係3名男子闖入咖啡店持刀斬人，之後留喺現場等公安，疑似尋仇。其實呢啲事件唔係孤立，近年內地唔同城市都有隨機傷人、斬人、撞人嘅新聞。珠海因為近澳門，加上近年香港人北上消費，由深圳轉移到珠海，大家自然更加關注。呢啲事件被定性為張獻忠事件，反映咗幾個深層次問題：經濟壓力、內地經濟放緩、失業率上升、基層生活困難、社會矛盾、貧富懸殊、階層固化，令部分人心生不滿。缺乏渠道，市民冇合法途徑去表達不滿，最後只能透過暴力去報復。所以雖然表面上係個人事件，但背後係社會結構性困難嘅反映。近年香港人北上消費成風，深圳、東莞、珠海都係熱門地點。珠海因為價錢平、體驗唔同，吸引咗唔少人。但係當地治安問題開始浮現，大家要問：北上消費仲安全嗎？深圳雖然商場多，但近年都有零星治安事件。珠海近澳門，香港人容易去，但今次事件就令人擔心。其他城市廣州、武漢、濮陽等地都曾爆出隨機斬人案。呢啲事件提醒大家，消費唔只要睇價錢同體驗，仲要考慮安全。社會深層次分析：一、隨機傷人事件增加，反映社會情緒壓抑，冇出口；二、尋仇文化，部分人選擇用暴力解決私人恩怨，顯示法治不足；三、媒體報道有限，好多事件只係網上流傳，主流媒體未必深入報道，令市民資訊不足；四、香港人北上風險，消費模式改變，但安全保障未必跟得上。總結：珠海華發商都斬人事件，一死多傷，唔只係一單新聞，而係一個警號。香港人北上消費要保持警覺，唔好掉以輕心。我覺得呢啲事件雖然係個案，但係背後反映咗內地社會嘅壓力同矛盾。香港人北上消費要小心，唔好只係睇價錢平，仲要考慮安全。今次事件提醒我哋，經濟困難、社會矛盾、制度漏洞，最後可能都會以暴力形式爆發。呢啲唔單止係珠海問題，而係整個內地社會嘅深層次問題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我係文哥，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令更多人關注，支持我哋，繼續發聲。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嘅社會議題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